你好，我係 Barry，我係一個由細到大都做視覺同音樂創作嘅人。呢個 podcast 節目咧係講關於創意，目標係同大家分享用創意思考創意，用創意實踐創意。顧名思義係分享創意嘅本質，學習佢嘅特性同加以運用。你可以將創意放喺你嘅生活裏面，應用喺唔同嘅範疇上面。因為創意本身咧係有一啲共通嘅原則同埋實踐上嘅要點。第一集係講我點樣睇創意嘅起源，佢唔係遠古人類嗰啲洞穴壁畫，或者點樣製造工具啊、生火技巧等等。而創意咧係嚟自舊約聖經創世記第一章。因為我而家唔係講道，所以咧大家可以自行咧去揾聖經睇下佢裏面嘅內容。舊約聖經創世記第一章咧係講神點樣創造天地。開始嘅時候咧係一個混沌黑暗嘅場景，神創造光分開黑暗，從此咧就有日夜嘅時間，跟住咧就係創造空間，將空氣、陸地同水區分出嚟，然後再創造各種唔同嘅植物，跟住咧係動物，最後咧就創造咗人。原意咧就係叫佢哋去管理呢個世界。我喺呢度咧唔需要大家用一個基督徒嘅角色咧去睇呢一個記載。你可以諗下咧，佢其實係人類歷史上一個最遠古嘅文獻記錄，用一個講故事嘅方法咧敘述呢個世界嘅起源，即係一個 storytelling。重點係講有一個神用創意去創造天地。我曾經喺唔同嘅專上學院教過好多平面設計嘅課程，當中咧關於創意嘅本質同埋學習實踐嘅方法。因為我係個基督徒，所以咧我走出咗創作教育嘅思維框架，去思考咧乜嘢係創意。舊約聖經創世記第一章俾我嘅啟發係人嘅創意咧係嚟自上主，因為上主造人令人有神嘅某啲樣式，佢賦予人咧有自由意志，所以咧人有能力，本質係可以天馬行空咁樣做創作嘅。我有時會諗係咪神覺得自己太悶呢？所以要創造一個天地出嚟。不過呢個超越我智慧範圍之內嘅問題咧，我都係唔會去諗太多。令我留意嘅係咧喺聖經記載神創造天地嘅過程，去睇創意嘅本質。第一樣咧就係從混沌中咧創造秩序。秩序咧係一個有功能性嘅目標，例如喺天地裏面有時間嘅秩序，有海陸空嘅秩序，有物種嘅秩序。我得出第一個關於創意嘅特性咧，就係有功能性同埋有秩序嘅創造啦。例如你諗下一件好嘅產品，設計咧就係要令到佢咧能夠有效使用，同埋咧有唔同嘅功能。而設計咧係將唔同嘅功能咧有秩序咁樣咧放喺一件產品上面嘅。第二咧係每一個創造咧總有一個大局嘅喎，係分門別類、各色其色、互相配搭，形成一個大圖畫。創造係帶有目的同功能嘅，例如我哋諗下，好似煮餸嘅菜式咁樣啦，係講求用唔同嘅食物配搭，而製造出營養同埋味道嘅層次。所以煮食咧係一個好大嘅普及性創作主題嚟嘅。好啦，短短地咧，今集就講住咁多先。喺往後嘅節目咧，我會用我嘅角度咧講解更多關於創意嘅事情。歡迎大家留言、like 或者 subscribe 我呢個節目。多謝你，我哋下次再傾。